Hello，大家好，我係東武神啦。咁今日呢條片咧，同大家分享翻我呢個喺日本大阪 working holiday 10月嘅一個生活啦。咁究竟做過啲咩啊？影咗啲咩相啊？噼里卡啦嘢嘅。咁基本上好多時間都係喺條街度周圍散步、周圍行㗎啦。咁呢度就係呢一個梅田嘅阪急三番街啦。咁嗰度就有好多唔同嘅商店啦。誒、賣玩具嘅又有，賣衫啊，賣食物啊，賣文具啊，其他嘢嘅都有嘅。至於呢度咧，俾我見到好得意嘅情況啦。咁香港人嘅話就前嗰排都明㗎啦，咁就排似卡哇啦，就變咗做卡哇黐啦。咁點知喺日本呢個梅田呢一度擺緊呢個 Kitland 嗰度擺緊個 pop up 咧，似卡哇嘅隔離真係有間叫卡哇黐嘅文具店，咁我覺得好得意啊！即刻影低佢落嚟留念紀念啊！跟住咧就響大阪嗰邊咧就參加咗一個關西生命線舉辦嘅一個中秋嘅一個日本人同埋中國人嘅一個交流啊、慶祝啊嘅活動啦。咁就喺嗰度又食到月餅啊，又成咁都幾得意嘅。你話係咪好思鄉？我又冇好思鄉，但係既然有呢個咁嘅活動，咁咪試下咯。之後咧，咁我就仲有響，其實我之前旅行嘅時候都有玩㗎呢個高達嘅一個街機嘅卡 game 啦。咁嚟到呢一度就試有時間就梗係去試下去玩下去呢個店鋪嘅比賽啦。咁就好簡單，就一輪遊就結束咗㗎啦。咁呢一間拉麵咧係極度推薦啦，響大阪我自己覺得係性價比高，而且都好食嘅。咁點解咁講咧？就係你見到啦，佢890 N 啦，就未包稅嘅，包埋稅係979。咁就佢係可以，佢嗰碗拉麵咧可以揀一塊肉到5塊肉，咁係你揀一塊嘢咁多錢，5塊嘢咁多錢嘅。另外咧，咁佢仲可以有半個替肉俾你嘅，咁即係額外仲有半個麵可以俾你加落去啦。咁 which 900幾 yen，你又有額外半個麵，仲有可以揀去最多5塊叉燒嗰啲肉片。咁其實我自己覺得真係性價比好高啦，而且味道真係唔差嘅。之後就行行下，周圍去揾下嘢食啊，周圍影相睇下啲風景啊，噼里卡啦嘢。之後咧就仲約咗個之前因為工作關係咧，喺日本嗰度咧係識咗啲日本嘅同事啊咁樣啦。咁就有佢咁啱嚟到大阪呢邊工作，咁就去咗約咗個食飯，食咗啲燒肉啦。之後又就係見到啲新鋪開張啦，咁就過咗去睇一睇啦。另外就係因為 Wing 30週年啦，咁就響 Namco 梅田嗰間 Namco 就有啲 pop up 嘅賣下啲紀念品啊、商品嘅攤位咁樣咯。咁成個10月仲有一個比較大嘅 event 就係喺呢個定川河嗰邊就有個火花大會啦。咁就聽講，因為係同啲日本人一齊去嘅，咁就聽講咧呢個火花大會本身就應該係每年嘅8月左右就舉行啦。咁只不過今年因為有呢個慢播嘅關係，所以就變相褪到去10月先至舉行嘅。咁就10月先舉行呢，都其實今年啦都仲係好熱㗎啦。而且呢，其實一陣間你哋都會睇得到嘅，就係天氣都唔穩定嘅。我嗰日就係呢度睇睇下煙花，一開始天氣係冇事嘅，但係睇睇下咧就落大雨啦，咁會被逼攞遮出嚟啦，咁又一路放煙花一路落雨。咁大家都心水清嘅，都大概估得到㗎啦。咁就落咁大雨嘅時候呢，個火花大會都會終止啦。咁但係佢又唔係終止得晒喎，佢又會響停咗雨嘅時候，我唔知係因為啲煙火即係啲煙花佢濕咗，所以放唔到定點啦。佢就會停可能20分鐘，跟住又放一啲10分鐘，跟住又放一啲咁樣 keep 住去到佢哋放晒啲煙花咁樣為止嘅。咁又佢放完之後個時間都比佢原本預期嘅要結束嘅時間，其實都真係拖咗長。
好長嘅時間先至完成嘅成個火花大會嘅。咁跟住落嚟呢度就係會播一啲影嘅相啊，或者響呢個火花大會度拍嘅片啦。咁完咗呢個火花大會之後咧，仲有其他活動嘅。咁如果中意嘅話就睇埋啲片啦，唔中意嘅話就跳咗去，跳到最後面啦。いやもうここで大丈夫です。はい。
珍しいですよね。新しい、なんか、いろいろ毎年ね、ありますね。なんか新しい感じが。珍しい。形が珍しい。形がいろいろあります。そうですね。形がいろいろある。デザインがね、いろいろありますね。生放送ね。流してた。おお。重くない。大丈夫。もう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れる。軽い。9時ぐらいからさ、本降りであるの。だから、できた。来た。ああ。急に来ましたね。さ、ちょっとごめん。あるわけがない。電線が邪魔やろ。之後到10月尾嘅時候咧，基本上都係同響日本語學校嗰邊嗰啲同學周圍行行，去揾放咗學就去揾嘢食啊咁樣咯。咁就去到31號嗰日啦，咁就萬聖節啦。喺心齋橋嗰邊咧就有好多人去 cosplay 啊或者扮嘢啦。咁就既然都嚟到日本咯，都去到係嘛嚟到大阪咯，咁冇理由唔去睇下㗎。我都係1年 visa 啫，咁我唔去就對唔住自己呢一年嘅呢一個 visa 啦。
咁但係咧就比我想象中人少嘅，我唔知係因為可能因為有啲警察度人流管制啊、噼里卡啦嘢啦，所以比我想象中無論係扮鬼扮馬嘅又好，定係話係去行啊去睇嘅人都比我想象中少咯。最後咧就同大家分享下我響同日本人交流完之後，即係我之前唔知，但係而家知嘅嘢啦，就係、咁就因為嗰排就日本嘅熊出沒咧就好嚴重啦，咁就講開就話，原來日本國內主要就分咗兩種熊啦，一種就係中熊啦，一種就叫乙熊嘅。咁中熊咧就係大隻啦，攻擊性強嘅，咁就普通嚟講咧，嗰啲熊襲擊人類嘅事件咧就係呢啲中熊嘅，咁就通常喺北海道呢啲北面嘅地方先有嘅啫。咁另外啲咧就係乙熊咧就比較細隻啦，比較怕事驚人嘅，咁就平常咧就好少話會襲擊人嘅。咁唔知係咪因為即係城市化、全球暖化、噼里卡啦嘢加加埋埋咧，咁佢哋揾嘢食嘅機會就越嚟越少，就變相就開始落山，然之後就襲擊人咁樣啦。咁呢樣嘢就係、即係近排喺日本就係都好多人講，好多討論。我基本上每一堂翻去入嗰個日本語學校度又好，去日本語嘅教室又好，都會討論到嘅一個話題啦。咁另外啦，呢度再另外一個分享就係頭先我講嘅就係日本語學校同埋日本語教室啦，有咩分別呢？咁其實就係呢一個日本語學校咧，就真係一個學校啦。咁你當補習社又好，當真係返學嘅學校又好啦，咁就係要俾錢嘅。咁日本語教室咧，就其實基本上咧就係、可能最主要其實係無料，即係唔收你錢嘅。咁就係一班志願者啦，去同你分享日文啊、k i t t 卡啦嘢咁樣，佢教你嘅。誒、你話嗰班志願者會唔會有教師牌？咁有啲可能有教師牌嘅，咁當然有啲係冇啦。咁佢哋最主要就係、一個好深嘅分享啦。咁其實我唔知香港其實有冇啦，但係如果可以嘅話，其實即係經歷完呢兩個幾月之後，我自己都想嘅就係返到香港睇下有冇呢啲咁嘅教室啊、Kitty 卡嘢，我會唔會可以做到啲咁嘅志願者去同一啲外國人用廣東話去交流，去教佢哋啊咁樣，即係唔係教佢哋啦，而係同佢哋分享咁樣，好似都幾有意義，但唔知有冇。最後嘅最後啦，今日呢條10月嘅 Working Holiday 喺日本嘅 Working Holiday 嘅分享片咧就到呢一度啦。咁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就記得訂閱啦、撳 like 啦同埋留言嘅，就係咁，拜。